다 도만들이야. 사람 기운이 신신한 게 러르게 신년 남바다.首先要问候透过网络观看的各位上师、主古僧众们，还有各位法友们。那么大家好。어느 모두니 가수다. 그도 담배기 어느 시순이 봐. 야나. 고물루르긴 제바르 차베. 시신 동자게 베기. 저번 네 송베기 그도 담배기 다 덤기스는 자도 今天呢，会继续讲解这个大制度论里面谈到的这个第一次结集的一些内容。那么讲到的是这个阿难六罪的这个部分。군거위 예바 주주되래. 지당 군거위 예바데 걸래야. 까다 댄슈에 나온 나눠래야. 시주민저와 망不是用的多，但听哪了呢？别人西区米着做就是用的多，什么是多？那一般来说，经论当中对于阿难的过失，大概有10种，经论有不同，大概有10种不同的说法。在南传的这个同碟律小品，就是500见度里面认为是有5种过失。化地部的5分律，那么是有6种。再来十诵律中是有6种。再来就是大众律大制度论的是有这个6种。但是论中只提到有5种，然后다드네 류바디 추순 대베기 류야라 시베 나라래야 니제 디 쉬스미시래. 然后再来还有再来大众部摩诃僧祇律当中呢，有提到的是7种。再来法藏部4分律中有7种。再来毗尼母经中有7种。再来佛波涅盘经当中是有7种。再来是有部，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是有8种。再来是有迦摄结经，这跟杂事相同，大概相同的是有9种。所以总之呢，你看到里面有提到阿难有9种6种5种等等，有不同的说法。所以有的是次序不同，有的有内容也不同。大西居民的主要的是的长乐入民呢，国家的多是推出的那个民多了的国家的 discard 是多。实际上，现在呀，大把所属的对话拿了呢，那公共的也把就是提高了呀，提高的入民水现在起。所以呢，我将其中的几个呢做成了一个表格，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那总之这里面有提到，就是说不同的教法当中，就是不同的
就是有谁发问的，是谁提出说这个阿难的问题是谁指出的？像有的说是大部分都是大迦叶说出阿难的问题，但有的说是优波离问的，但有的是说是僧众们来问的，来说出他的问题的。然后再来就说出问题有不同的，说出不同的问题等等。比如说有摩诃僧祇律，然后根有律杂事、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还有巴利律等等都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在这里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发问者有不同，然后罪过的内容有不同，做了一个这样的表格。所以看到在经论当中提到的过失都有不同，但最多呢只是9个，最少的是5个，但其中呢相同的是有4个。都提到的是哪4个呢？首先第一个，都说阿难呢没有问佛，就是到底那些维系戒、小小戒是哪些。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请佛度女性出家。再来第3个就是没有请佛住世。再来是第4个，是说佛当时说他需要水，需要喝水，需要这个水，但是阿难没有给这个佛水。那么在根有律的杂事、毗奈耶杂事当中呢，阿难是回答说，这个当时水呢是浑浊了，所以没有给，等等。所以以上呢就是可以看到总之呢有10个大概经论当中有提到阿难的过失，那其中呢有4个是都有提到的，就是以上这4个。接着呢就是回到大智度论当中，接着就是大迦叶他说了阿难什么样的过错。那么第一个就是大迦叶说了什么呢？他就说了，这个阿难你是有罪过的，就是佛陀呢最开始并不让这个女性出家，但就是你呢不断的去请求佛陀让女性出家，所以呢佛陀最后才同意的。因此这个佛陀的正法呢就减寿500岁，所以这就是你的过错，你的一个罪。那这时候阿难呢他就说了，他就说我当时呢我为什么要请求佛陀让女性出家呢？最主要就是我非常的这个同情跟怜悯这个大施主，就是大爱道大施主，就是佛陀的姨母再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三世诸佛呢都有这个4部众都有4众，这我们都解释过了，就是比丘、比丘尼，还有优婆塞、优婆夷这样的4众，所以也就是出家这个众，还有在家众，这是二部众。所以三世诸佛都有这样子的4部众，那就在家跟出家的这样子的4部众为什么都有？那为什么只有释迦牟尼佛没有呢？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右下角那个就是大迦叶哦，他就说了，你呢让这个你请求佛陀呢，这个让女性出家，结果让这个佛教减寿500年等等啊，就是这一幅图。第二个图案就是说，当时佛陀呢，快要涅槃的时候呢，大迦叶就说，当时佛陀快要涅槃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这个居士那城。后来呢，那时候佛陀背痛，那时候他就把这个七衣哦，那么就叠成这个4叠，他就躺下来。那当时佛陀就说：“我需要水。”但结果你没有给这个水，这是你的一个罪哦，因为你是侍者啊，你就应该要给水。那所以大迦叶当时就这样跟阿难说。那阿难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就说当时啊，因为有这个500个车乘哦，车乘，那当时大概应该是马车吧，所以就经过了那个取水的地方，就经过了那个河流，所以呢，让这个水变得非常的浑浊，所以呢，我就没有去取这个水。那大迦叶当时就说，这个水脏了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因为佛陀是有大的神通力的，他甚至能够让大海的浑浊的水都能够清净的。那你怎么可以不给水？所以总之这是你的一个罪。所以这是第二点，大迦叶提到的阿难的这个过错。所以这就是这一幅投影了这个图画在说的。接着这是第3个，大迦叶就说了，当时呢，佛陀有曾经问过你，佛陀就说，如果有人哦，他修持了4神足，如果他得到了4神足这样的能力，他就可以更祝寿1劫，或者说呢，能够接近祝寿1劫。那么如果上士佛呢，能够得到了4神足了，就能够祝寿一劫或者接近1劫的话，当时呢，佛有这样子问你，这样跟你说，那你既然默然不答，而且这样子问了你3次，你都没有回答，那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回答佛陀所说，哦，佛啊，你修成了4神足，你就能够注释1劫，甚至接近1劫，你就应该要这样子去回答跟请求佛陀祝寿1劫。但就是因为你没有这样子请求，所以你让佛陀就早入涅槃，没有常注释1劫，祝寿1劫哦，所以这就是你的罪。那阿难怎么回答的？阿难说：“哦，是的，佛当时是有这样说，但是呢，我呢被这个魔给障住了，障蔽了我的心，所以呢，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所以我并不是因为我带着一个我的心很邪恶，所以我不说，并不是的。”就是因为他还没有证悟这个阿罗汉果吧，所以他还是会被这种魔障给障住吧。那再接下来呢，就是
另外一个大家是说的这个他的过错。这是佛陀呢，他有穿这个祖衣哦，就是九衣。这里面大智度论并没有特别提到是阿难在为他缝衣服，这在这个毗奈耶杂事里面是提到有缝制哦，大智度论没有提到。这里是提到大家是说阿难啊，你当时在帮佛陀折叠他的这个祖衣九衣的时候，你用脚踏在他的衣服上，这是你的罪。阿难说不是，那个时候因为风吹过来了，没有人帮我抓住那个衣服，而那个风呢，刚好把衣服就吹到了我的脚下，所以不是我不恭敬，刻意去踩这个衣服，不是的。所以他就做了这样的解释。再来就是佛音藏相，就是大家是说这个佛的音藏相呢，这个在佛陀涅槃之后呢，你既然将它就是揭露出来，让女性看到，这是非常这个可耻的事情，这也是你的一个罪。但阿难回答说，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让这个女性能够见到这样子的相好，这样的特殊的相的话，那么会让女性想到未来能够想要说投身为男性的身形，想要修行哦，修成像佛一般庄严的身相等等。所以呢，以上只是讲了这个五个罪，但是呢，就这五个。所以虽然说接着大家是说你有这6种罪，你应该忏悔，但是呢，以上只提到了5个罪。那有一些大师就说，或者这没有说的第6个罪是什么呢？可能就是指那个维系罪。因为呢，因为这个维系戒哦，是很重要的一个罪哦，所以总之大智度论里面，这里大家是说阿难有6罪嘛，应该忏悔，但是前面呢，他一个一个说的里面只说了5个罪，并没有说出6个。所以总之这里呢，我还是准备了这个投影啊，就是说大家社呢，总之就问了这个阿难说，曾经佛陀有说过，这个在我圆寂涅槃之后呢，这个未来有这种维系戒僧伽维系戒可以不用持守，但是你既然没有清楚问佛陀这个维系戒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你的一个罪。但是阿难的回答是什么呢？就说我并不是刻意不问的，我是忘记了。但是有一些戒本是说，阿难的回答是说，因为佛陀当时身体不好，所以我也不想再这个劳烦，再让他烦心，再让佛陀烦心哦，所以没有再去细问佛陀到底这个维系戒是什么等等。所以总之呢，这是我另外准备的一个投影啊，就是第6个这个罪，但大智度论里面是没有的。总之呢，最后回到大智度论里面，这里大迦摄就说了，这里
总之阿难呢，你有6种这个图集罗罪啊，就是这种叫恶作，你有6种恶作，那么你应该要在僧伽当中这个悔过。那阿难也说，是的，是的。那么我会在僧伽大众中这个忏悔，然后他也就合掌偏袒右肩，那脱下他的这个鞋子哦，然后就忏悔他的6种这个罪过。然后忏悔完之后，大迦叶就他也没有就放过他哦，他还就牵着他的手啊，就把他拉出去了，就把他赶出去了，就把他牵出去了，还跟他说，你呢，只要还没有断尽你的烦恼，你就不要再回来，你就不可以进来，除非你真的断尽了你的烦恼，你才可以再进来。然后呢，然后赶走他之后，就马上把这个门呢就关起来了。总之呢，就是把他给赶走了，这个意思。所谓的赶走啊，当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一般来讲，僧伽当中除非是你犯了这个叫做这个波罗夷哦，就很重的罪，你才会被这种赶走的。所以这样来看，上面讲的这些过错都不至于到这种重罪的。但可以看，他既然是这样子被赶走的。好，这里呢就是说出阿难的罪过的部分。那么再接下来要讲的就是叫另请高明哦，这个部分。这部分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么当时呢，阿罗汉们就开始讨论了，因为阿难就被赶走了。那么到底要谁来要这个结集这个毗奈耶呢？就是毗尼，就是律典呢？当时这个长老阿尼卢豆，就是阿那律尊者，他就说了，这个舍利佛尊者叫舍利子，舍利佛尊者是第2佛。那他当时已经圆寂了，但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弟子，叫做什么呢？叫做焦梵波提，也叫做牛主哦，叫做 Gavampati， 焦梵波提叫做牛主。那这些阿罗汉就说就是阿那律尊者就说呢，他非常的柔和，性格非常的好，但他常常是住在这样子的一个极静的地方。他呢精通这个戒律毗尼藏。他住在哪里？他住在这个天上天界，叫做施利沙园这样子的一个陵园当中，在天界。我们应该呢去派遣这个使者，然后把他从天界当中请下来。帕朗达的电梯没修可能，俺帕朗达看的没得，俺跟他说我这都得去那上才是。那么我想在没请他之前，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到底这个焦梵波提是谁。那么依照根有律的这杂事哦，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过去呢，在这个失落伐城哦，那么有一个婆罗门哦，他呢就总之呢得到了一头公牛，
后来呢，他又得到了一头母牛，后来呢，他又得到了一头公牛。反正呢，后来他就越来越多牛，反正他就成群的牛，他越来越多牛。总之呢，他的第一只牛呢，得到的那第一头公牛，他就觉得这是一头很吉祥的牛，他就想说把它可以说放生吧，他就不把它绑起来，就把它放生一样的。那后来这只放生的第一头这个公牛呢，就老了。那么有一天呢，这只老的牛呢，公牛呢，就喝水的时候就掉到了这个泥当中去了，就陷在这个泥堆当中就出不来。那当时呢，舍利弗尊者刚好在旁边经过，那他就看到，诶，怎么有一只这个牛呢，陷在这个泥泞当中？他就观察一下，诶，这只老牛啊，它有没有善根？他就观察说，它是有善根的，它就有善缘的。他想说是谁？他是谁能够让他的善根开启呢？他就想说，哦，原来是他能够让他的善根发起。所以总之，他就去救度他，帮他从这个泥泞当中呢，这样子拉出来，然后除去帮他这个泥巴擦干净之后呢，喂他一些这种水草，对他说了3句法要，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尽为乐。说完之后呢，也对他说，你要对我升起净信信心。如果你对我升起信心的话，那么你就能够从这个畜生道当中这个处理出来。那说完之后呢，他就离开了。那后来呢，他就这个公牛也就老了，就死了。那后来这个因为这个公牛，他大概死的时候，他也是带着一种欢喜心、尽兴的心而死了。所以后来呢，他就投身在一个大的这种婆罗门家，就投身为一个男孩。但是呢，这个男孩出生的时候呢，他的样子呢，长得就像一头牛，所以呢，他就被命名为这个焦梵波提。焦梵波提的意思就是牛的样子，叫牛主哦。所以这个舍利弗尊者有一天他就在想，想起了那个老牛，他有一天就想说，他要看看这个老牛在哪里。他就知道他知道那个老牛他死了，就要想说他投身到哪里，他就观察，就知道他投身在一个婆罗门家。那么他就不断的到这个婆罗门家去化缘，那么然后也就常常去他们家，然后为他们家的这个夫妇去这个受3皈5戒。那当时这个焦梵波提年纪很小，那他也很喜欢舍利弗，那总是呢会看着这个舍利弗尊者，总是会每次舍利弗尊者来就喜欢看着他。那他夫妻呢，就有一次就问说，因为看到舍利弗尊者都一个人来嘛，都没有侍者，有一天就问说，
你都没有侍者吗？那舍利佛就说我没有侍者。那所以夫妻就说，那我就把焦梵波提呢给您当侍者。后来就供养给他当侍者了。那也就后来他就跟随舍利佛，小小的时候就跟舍利佛就出家了，后来也慢慢就成为比丘，然后也跟随他听闻教法学习，后来他就得到阿罗汉的果位。那这是非常殊胜，但是呢，他实在是长得很特别。他还有一个特点哦，就是他这里形容是说他有2个喉咙哦，或者说他有几个胃，这是因为他是牛的这样子特质哦，所以他会反刍，他有这样的一个会反刍的一种能力。所以经典里面是形容说他有2个喉咙，所以一个能够吃进去，然后一个又能够吐出来，是这样的形容。所以他总之他有反刍的这个能力，就像是牛是一样的。所以他吃东西吃了之后，他会吃进去之后呢，会在一个胃里面储存，然后接着呢，他又会反刍，然后又在嘴里面又在吃。总之就倒流回到他的嘴里，又再去咀嚼这样子，咀嚼这样子。所以在佛陀呢还没有制定这个非时时的，就是过午不食的这个戒律之前，那个时候他就会就是中午吃了之后，他很自然他就会不断的就反刍嘛，都没有问题嘛。所以中午吃了之后，下午过了之后，他都可以继续的反刍，真的都没有问题。但佛陀制定了这个过午不食的戒律之后，他就不行再这样子反刍了，因为这样子会等于犯了戒，所以结果他就不敢吃东西了，因为他很自然他都会反刍嘛，所以结果他不敢吃，因为他会自然会反刍，结果所以呢，所以因为他跟一般人不同，所以结果他就不敢吃东西，他就变得非常的瘦，所以然后身体就变得非常的这种不好，所以佛陀就知道了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后来佛陀就特别允许他哦，就是他是一个例外的状态。因为呢，他是有这样子特殊的一种生理的状态，所以他可以有不用这种非时时的这样一个戒的状态，这是一个特别的生理状况。再来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长得像是一只牛，所以呢，他长得很吓人，所以当时呢是没有，所以因为他长得很吓人，所以会受人这个讥嫌，所以当时佛陀就说：“那你这样子就不要待在这个可以说中土哦，你就到这个边地去吧。”所以呢，他也依照佛陀所说的，他就到了这个比较边地去。所以总之呢，就到了后来就是《大智度论》这里提到一个叫施利沙树园去了。那至于说为什么会它长得像是一只牛呢？那这个故事是很多的，这个过去生的一个故事哦。
那这是在过去在迦摄佛的时候，那他那时候就是一个比丘，那他的老师呢是一位阿罗汉，但是呢他的老师年纪非常的大，身体非常不好然后非常的瘦，所以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吃东西的，需要人这个照顾的，喂食照顾。那么有一次呢，吃完饭之后，那么这个焦梵波提呢，总之他也洗完了钵，然后总之呢，他的老师还在吃，然后总之吃的非常的慢。他还在那边，他都已经吃完了，还在那边洗完钵了，都回来了，他就看到他的老师还在那边吃，还在那边慢慢的吃，他就生气了。他就看到他老师吃的怎么像是一只牛，他就这样说了：“你怎么像一只牛，吃的那么的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罪业，所以后来他就500生都投生为一头牛。后来呢，他又成为了这个焦梵波提，就叫做牛主。就虽然他投生为人了，但是他的样子也长得像一头牛。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焦梵波提的这样的一段故事。所以总之呢，所以当时呢，这个阿那律尊者就说应该要请焦梵波提来。大迦摄就说了，那么应该要回到大智度论里面来讲就说大迦摄就要请一个人去请这个焦梵波提。所以大迦摄就说应该要请侍者，要请一个使者去到天上施利沙树园中请焦梵波提来。那比丘们听了就非常的高兴。那接着这个侍者比丘就去了。那他就说，那我应该怎么跟这个焦梵波提说呢？大迦摄就说呢，你应该这样跟他讲，你应该跟焦梵波提说呢，大迦摄还有很多的这些阿罗汉在这个人世间，在世间在做很大的这个一个法事，重要的佛法的事业，那你要赶快来。那这个要去的使者这个比丘就顶礼，右绕3匝之后，总之就像是金翅鸟飞腾到空中，然后就到这个焦梵波提的地方去。总之呢，到了那里之后呢，他首先呢也是顶礼这个焦梵波提，就跟焦梵波提说，这位大德这个少欲知足的，总是在禅定当中的这样一位大德比丘。那么我是由大迦摄尊者派来的，那么现在这个僧伽们在这个阎浮提那么有这么一件大的佛行事情那要请您赶快的下来，然后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这时候焦梵波提他听了就有一些怀疑，怎么会这么急呢？一定发生什么事？会不会是僧团发生了什么这种争吵的事情？还是不是有这种破和僧的事发生了？要不就是还是佛陀圆寂了呢？他就在这样子对这个比丘说。这个比丘说，是的，就是你所说的，这个佛陀已经圆寂了。这时候焦梵波提就说，哇，佛陀这么快就圆寂了，哎呀，这个世间的这个眼睛已经消失了，而且还有能够世间当中转佛陀的法轮说法的这个大将一样的，我的
我的老师和尚舍利佛现在在哪里呢？这个比丘回答说，他也圆寂涅槃了。教梵菩提一听就说啊，这个大师佛法的大将一般的舍利佛也都离开了，这可怎么办？那再来，目犍连尊者在哪里呢？比丘一听也说，他也圆寂了，也走了。教梵菩提一听，哇，那真的是佛法已经已经没了，所有的这些大师都不在了，真是众生可怜悯啊！最后他就问说：“那阿难在哪里呢？长老阿难又在哪里？”比丘就说：“这个阿难啊，佛陀圆寂之后呢，他现在非常的难过，他总是在哭着，他总是非常的非常的难过。”教梵菩提这听了之后也说：“是的，是的，阿难是会难过的，因为他还没有断烦恼吧，他还是会有各种的这种爱别离苦吧，总是会有的。”那么那个罗侯罗呢？这个佛陀的儿子呢？罗侯罗他怎么样呢？比丘听完，那这个比丘就回答说呢，这罗侯罗呢，他也得了这个阿罗汉了，那他这个无忧无愁，所以呢，他总是在观察这个诸法无常。这个教梵提听了之后就说：“是的，他已经断除了这种各种的贪爱了，所以他是不会再有各种忧苦的。”教梵菩提接着就说：“这个佛陀他已经圆寂了，那么我还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义了。我的上师、我的和尚，就是大师舍利弗、目犍连等等，他们也都不在了。所以呢，我到这个阎浮提也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还是就在这里也涅槃吧。”说完之后，他也进入了禅定，然后呢，就跳跃到虚空中。首先是他身体放出光明，然后呢，接着放射出水火，然后呢，手好像能够触摸到日月一样，总之示现出各种的神通变幻。然后接着呢，心中变现出火，然后把身体全部的烧。同时呢，身体呢又化现出各种的水流，然后这种水流呢，从有4道的水流化现出来之后，又流到了这个大迦舍那里去，而且这个水流呢，有自然的说出了偈言，偈言就是教梵波提稽首里，妙众第一大德僧，闻佛灭度我随去，如大象去，象子随。所以总之呢，教梵波提也圆寂了，他们也没有真的请到他。好的，讲到这里，休息30分钟。另请高明的部分就讲过了，接下来是讲到这个阿难得道。所以呢，当时大迦舍尊者呢派去迎请这个教梵波提的这个比丘呢，那么
他没有迎请到，所以焦梵波提呢就圆寂了，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三衣跟钵带回来，然后就供养给大迦舍，还有这个僧伽。那么这部分呢，在根有律杂事就是毗奈耶杂事当中呢，说的比较清楚。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就很简单一句话，就是20下座比丘持衣钵还僧，就只是这样。但是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当中说的比较清楚。这里面提到就是说迎请这个焦梵波提的，也就是迎请这个牛主的是富楼那尊者，也就是圆满，就是圆满巨兽，是他去迎请的。所以当他呢就是当这个牛主焦梵波提听闻到说佛陀圆寂了，他就把这个钵三衣供养给僧伽，然后他说呢，我就要圆寂了，然后他也请求这个僧伽的原谅，然后他就升到虚空当中，然后总之变现出各种的光芒，然后化光，然后焚烧自己的身体然后就灭度了。然后就像之前提到的，身内流出各种4道水流，然后富楼那拿着这个牛主的钵三衣回到大迦舍跟僧伽那里。接着呢，回到了这个大智度论。这时候阿难在做什么呢？阿难当时呢是在这个思维这个诸法，所以是非常的努力的，然后呢可以说非常的精进的在做修持的。那么到了夜晚也是不停的在做精行。但这里形容到说呢，阿难呢他是智慧非常的高，但是呢他定力呢是比较这个少的，所以呢他也没有办法即刻得到。大概是他时常呢，因为陪伴在这个佛陀的身边吧，所以总是比较忙碌，所以比较没有时间能够去修定。所以总之呢，在这个时候，他就总之很努力到了晚上，他也非常的总之非常的努力日夜都非常努力修持。到了晚上呢，他就有一天到了晚上就非常的累，那么他就想要说要休息，那么就想要躺下来这个休息，但头还没有碰到枕头的时候，就豁然的这个得到了，就证悟了。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雷电闪出来的那一刹那一样。那然后就总之呢，就这个悟到了。这里形容到说阿难呢就进入到这个金刚定，然后就破除了一切的这个烦恼，得到三明六通，得到解脱，然后证得了这个大利阿罗汉。然后呢，当夜呢，他就到了这个当时大迦舍还有僧伽呢他们的那个会堂，然后他就敲了那个门，然后呢，他就在那敲门，他就叫说大迦舍呀，然后大迦舍就在那里就说谁在那敲门呢？那大迦舍就说是我是阿难。大迦舍就说你听到就说是阿难，他说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啊？阿难就说我今晚已经这个已经得到阿罗汉了，我所有烦恼都断尽了，我已经这个证得阿罗汉了。
因为之前大家社不是说你没有证的阿罗汉，你没有断尽烦恼，不要来吗？所以阿难这里就回答他说：“我已经断尽烦恼了。”所以大家就说：“哦，那我就为你开门。”哦，大家是说我不帮你开门，你自己从这个钥匙孔进来。大家阿难就说：“哦，没问题。”然后他就因为证得阿罗汉了嘛，他就有神通力，他就从这个门口的这个钥匙孔，他就进来了，然后他就礼拜大家舍，然后他还忏悔呢，他对大家舍说：“你呢不要再责怪我啦，大家舍。”然后这大家舍呢，他就摸摸这个阿难的头顶说呢：“我也不是故意要这样子为难你，我是要为了我这样子其实是刻意的要帮助你能够证悟得到的，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仇恨。现在呢，你已经证悟了，那么这好像是手呢在虚空中画画是一样的，是没有任何的执着的，所以阿罗汉的心也是一样的，是没有任何的执着的。现在呢，你就回到你该坐的位置上去吧。那么讲到这个部分呢，那么有另外一个文献，就是法院诸林当中呢，那这里面呢是引用了一部经叫做《菩萨处太经》，这里面呢有一些不同的记载。这里面说到呢，当时呢大家舍他集大众，召集大众之后，他就跟优波离尊者说：“你呢要这个要说阿难的过患。”等等呢，那优波离就说了阿难各种的，比如说不请佛住世各种的过错。阿难听完之后呢，心就非常非常的难过。阿难就说：“佛陀才刚走呢，就让我这么的难过，就这样子的说我的过错。”这时候呢，他就开始思维了这个四圣谛。就在这个当下，他就在大僧众当中，他就证得了阿罗汉果了，然后就远离了所有的尘垢，就远离了所有的烦恼等等。所以就在这短暂的刹那之间，就很短暂的时间当中，他就在僧众当中得到了这样子的阿罗汉果。然后呢，大众就称赞他，然后甚至呢，天人都来赞叹他，然后甚至大地六种震动。所以这是法院诸林当中引了《菩萨处胎经》哦，是有这样一段不一样的、很特别的一段的记载。接着呢是阿难呢就诵经哦，他就集经的这一段。那阿难已经得果了，得到了。那接着僧众们就开始讨论了。那因为大迦舍也同意他回来了，所以僧众们就开始讨论，就说：那我们试着去这个迎请焦梵波提，但焦梵波提也已经灭度了，圆寂了。那还有谁能够结集这个法藏呢？这时候
这个长老这个阿那律尊者就说：“哦，阿难可以的，因为阿难是佛弟子，而且常常过去就跟随在佛陀的身边，而且他总是随时他能够记得佛陀说过什么，甚至佛陀呢也总是赞叹他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阿难绝对能够结集这个经藏。所以这时候呢，大家是又去摸阿难的头。之前是大家是总是去骂阿难，现在总是摸他的头。这时候他就摸阿难的头，就说：以前佛陀就这样子告诉你要去持守这个佛陀的法藏啊，所以你现在就是你报佛恩的机会了。那接着佛陀呢，在什么地方最初说法呢？你现在就要守护佛陀的法藏，就是你了。那过去所有守护佛陀法藏的人都已经灭度了，就你一个人在了。你就应该随着佛陀的心啊，然后怜悯众生，集这个佛陀的法藏。所以呢，这时候阿难就在大众中礼拜所有的僧众，然后坐上了这个狮子的法座。那么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毗奈耶的说法呢是什么呢？是500个这个比丘的法衣呢，是垫在了这个狮子座上，然后阿难呢坐在了他们的这个法衣上，然后他还首先坐上法座上，坐在他们法衣上之后，还看着这个四方，然后他观想了所有的众生，他心中想到了，首先忏悔，Tene di cha se sa ve je le ya mi da be du she so ne ene chi ti gang le ya shu wa res da chi ti gang shu che en da 然后他升起这种敬仰心哦，然后升起无常想，然后总之呢，总之是非常的庄严，坐在上面等等。담배 최 챙긴데 소소 임바체 다 소소 지 담배 최당 간사디니 카카 소소 소아 매베 인두사네 아니 최디 간사디기 투규리 예베 인두 아니 간사디 티간 데 인두사네 되게 다 간다 최리야 최와 처마도 도차디 거만이야 최 최통부 해야 되는 아주 지금 톱 고서 첨보로 지다 아니 수수배 가면서 인사로 된这个春节季意思吗？这个高的法座是代表这个象征的是法的意思，所以过去的传统会噶当派的这些大师们会礼敬，会向这个说法前会向这个法座礼敬的，会观修这个无常，然后一弹指，然后才会坐上这个法座，才会说法。这都是阿难的，像是这里阿难的这一段的形容啊，比如说，就像是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这一段的形容哦，才
有的这样的传统。总之，呢，这里阿难呢就坐上了这个狮子的法座然后这时候大迦叶呢就说了一个偈言，因为这里阿难他等于说终于是非常的，可以说之前都是非常的被说他的过错嘛，现在终于他坐上了狮子的法座了然后这总之大迦叶这里就说了偈言，就说佛胜狮子王阿难是佛子，然后呢狮子坐处坐，观众无有佛，如是大德众，无佛实为神，如空无月时，游秀而无言，汝大智人说，汝佛子当言，何处佛出说，今汝当布现。再来法院诸灵这里又引用了菩萨处胎经说，这里说呢，大迦叶呢，法院诸灵的说法是说，大迦叶呢，让这个阿难坐在这个七宝的高座上，大迦叶就说，你呢要一字不漏的说出佛陀所说的法，然后你将菩萨藏集中在一处，声闻藏也集在一处，戒律藏集在一处。然后接着阿难的最初就说出了，就是叫胎化藏第一，然后再来再说了中阴藏，再来就说了摩诃眼方等藏，再来就第四说戒律藏，再来第五个是十住菩萨藏，第六是杂藏，第七金刚藏，第八是佛藏。那当时呢，阿难就说如是我闻，或者说我闻如是等等，就说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在哪里听闻到怎么样的内容。所以呢，常常在佛经的最开始都会是如是我闻，或者我闻如是怎么样，都是经典都会是从这样的4个字开始。所以当阿难一说出这4个字的时候，大迦叶还有所有当时听到的僧众一提到这4个字都非常的感动，都感受到这种无常，都感受到这个如幻如化的感受，因为他们都想到之前能够还见到佛陀，但现在呢都见不到了，现在都只能听到如是我闻。所以在法院诸灵当中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再来佛祖统记当中呢，有提到说这样一段它是这样形容，又有一些不同的形容记载。他说，在阿难说法的时候，总之先形容到阿难他的这个身体的这是身形跟佛陀是非常的相似的。就首先是他的身高是跟佛陀是非常的，就身高是就是差不多的，他只比佛陀矮了3个指头。所以呢，当那时候阿难一坐在那个狮子座上的时候呢，所以所有的僧众看到阿难坐在上面的时候呢，他们就升起了3个疑惑。
他们升起哪3个疑惑呢？第一个，是不是世尊又回来了，佛陀又回来了？第二个疑惑是不是从他方的世界又来了一尊佛？再来第3个疑惑难道是这个阿难他成佛了？然后呢？但是当这个阿难说“如是我闻”这个4个字的时候，那么大家就才醒过来说，原来不是，他在说，曾经他跟在佛陀身边的时候，他听过这个佛陀说过什么，然后就是他会说佛陀曾经到过哪里，然后他说过什么等等。所以当时呢，你看阿难都会先从如是我闻开始说。然而在上佛陀初转法轮的时候，其实阿难并不在的。但是他会说这里面佛祖统计是说什么呢？就是说，虽然初转法轮的时候呢，阿难呢他并不在，但是呢，佛祖统计里面他说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阿难呢，他得到佛觉的一种三昧，所以呢，他自己能够听闻到这个，所以他随时呢能够马上听闻到佛陀所说的话。这有点像藏传佛教会说的加持的一种教言，就好像心经，就像佛陀加持的力量，然后舍利弗说出了什么样的内容，然后然后观音菩萨说出了什么样的教法等等。所以呢，就是佛陀的一种加持加倍力之下而说出了这样子的教法。所以总之呢，再讲回到大智度论那么当时呢，这个阿难呢，他就合掌，然后向佛陀涅槃的方向他就说了一个偈言。他就说佛陀呢，最初说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佛出说法时，尔时我不见，就是我并不在那里。如是辗转闻，我是辗转听闻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佛在波罗那，就是波罗奈，就是 Varanasi， 佛为五比丘初开甘露门，说四真谛法，就是苦集灭道地。然后有阿若教成如最初得见道，8万诸天众皆亦入道机等等。当他说出完这一段的时候呢，当时有1000位的阿罗汉，然后就上升虚空到这个非常高，总之非常高的地方，有7多罗树一样高的虚空中。他们在说什么呢？他们就说：哇，真的是太无常了。那
过去我们能够见到佛，但现在呢，我们都只能听闻到曾经佛陀怎么说的内容了。总之，他们感受到真的太无常了，所以他们就说出了一个偈言，这样子。那这里偈言我就不多说了。那接着，那总之大家都听到了阿难第一次佛陀说法的内容嘛，所以阿罗汉他们很感动。然后接着这个长老阿那律尊者他也说了一个偈言，真的是太无常了。就过去佛陀在世的时候，我们能够听得到，那现在都听不到了。所以阿那律尊者也说了，就说世间无常啊等等。然后就大迦叶尊者也说了一个偈言，最后大迦叶尊者就跟阿难说，你要从转法轮经到大般涅盘等等，然后你要集这个四阿含，还有就是增一阿含、中阿含、长阿含、相应阿含等等，全部这些就叫做这个 sutra， 就是集经的内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大迦叶。这就是呢，第一次结集里面这个阿难集经的这个部分。那么再接下来呢，可能之后的课程，下一次课程，下一堂课会谈到就是集律就是优波离呢诵律的内容。那我会再谈到这个优波离是谁，然后还有就是大智度论里面，那么是有关怎么样诵律的、集律的这个内容。那么讲完了他的这个部分，大概就讲过了大智度论的第一节集的内容。接着我会大概简单提到近代的学者对于第一节集的看法是什么。那讲完他们的看法之后，大概就讲完这一次课程第一次节集的内容了。